起身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，單位上獨特嘅裝修可以俾小朋友一個舒適嘅活動空間。今日嚟到炮台山參觀一個好特別裝修嘅單位。喂，Siri，幫我開細燈佢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有冇諗過智能家居為咩生佢呢？今日我哋帶你參觀維德閣。單位實用有516尺，對方位置望返出去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房間嘅部分可以做山邊落床，加上有唔少嘅活動空間。由於業主照顧小朋友嘅關係，喺間隔上將兩間房做成咗連接。而維德閣亦都有個特點，喺間隔上亦都可以靈活咁變動。而飯廳嘅部分打造咗一個小朋友專屬嘅遊樂場，而大門亦都冇玄關，可以令單位更加咁實用。而飯廳嘅背後係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現時業主叫價係850萬。如果你想住嘅地方空間係實用，擁有智能家居，社區配套成熟，再加上鄰近港鐵站嘅話，今日呢個單位可能適合你啦。